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15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参会透早5点宣布对台湾展开联合大捷202四 B 的演习，一直到参会暗时6点宣布演习完成，拢总是差不多13点钟。国军有侦查到125架次的中国军机创下过一天的新高。中国外交部回应讲，台湾若独立，台海就袂和平。因为咱国国防部表示，就算是演习结束，咱国军也是常态戒备，袂因为军演结束就来放零。中军释出联合利剑202四 B 演习4期影片，范围包含全台，强悍意味真高。美国讲是关切，这可能引起局势升级的风险。中国外交部回应，台独甲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台独势力的挑衅必然会遭到反制，将美国领导人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到实处，停止武装台湾，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这是总统大清的5日空上任以来，中共军方进行的第2摆围台军演，也是反制上次国庆的新两国论。陆海空三军火箭军强军战机正直方向接近台湾联合突击，重点演练海空战备精神，要讲要挟防空对海对陆打击，夺取综合地权。这次演习并非针对台湾同胞，我们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结合中间地带，中国海警对立执法，第1摆公布4个编队逆时钟西台一练，针对4架海警船超过海峡中线，进入咱的限制水域，海巡甲国军联手全程监控，海巡舰艇也到场处理双方互相对立。国公布宜兰舰注意中国海警1305舰队的相片，以一艘巡防舰搭配一艘巡防艇，采2对1的方式。全程掌控中共海警船的动态。国军查到125架强机创一日新高，中共也宣布，航艦辽宁号导致围台军演出现台湾东南部外海，国防部将下辽宁号配合演习，对台湾东西2边造成军事压力。它的存在还带了舰载的飞机，我想配合这一次联合利剑20224 B。的的确确形成了一个在东西两侧对我们造成一定的这个军事压力。经过差不多13点钟，中国解放军第昨暗时6点宣布军演结束。BBC 指出，为今年1月总统大选到8月之间，中国平均每个月14、3到4摆联合战备精神，显示已经倾向常态化。路透社也示警，中共模拟封锁台湾北部、南部港口甲国际航道，阻止外国势力介入。国防部表示，就算演习已经结束，国军依然是常态戒备，别因为军演结束就放零。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解放军即个宣布联合来剑202四 B 的军演，总统府昨晖是随调开国安高层会议，总统热情地指示相关的单位应用。强调面对外部的威胁，有信心嘛有能力来守护国家的安全，请民众放心。也那美国国务院嘛针对中国军演来表达关心，嘛讲中国这种呛声的行动，有可能会让局势变得更加紧张。中军搁再宣布伫台海周边展开联合利剑202四 B 军演，总统府透早召开国安高层会议，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行政院杜英台，也甲国安团队第一时间掌握共军的动态，由赖总统指示相关单位处理。面对外部的威胁，我政府会持续捍卫民主自由的宪政体制，有信心也有能力守护国家安全，请国人放心。我们也会再仔细观察，说它会不会扩大。会不会延长？有关于那个军事的这种议题，那我们当然也会跟友盟国家保持密切的沟通。那我相信我们台湾在这一方面受到的这个支持是毋庸置疑的，完全无视我政府释出的善意，也无视台湾人民对和平的渴望。我们希望中国大陆要正视中华民国客观事实的存在，要正视台湾人民对于民主价值与生活方式的
坚持。陆委会强烈谴责中国，外交部是批评中国是破坏区域稳定的麻烦制造者。美国国务院对强军伫台海军演表示关心，佮讲中国以军事挑战回应台湾年度演讲是无合理的，并可能引发局势升级，呼吁中国保持冷静。日本政府嘛表态真关心，暗过除了武汉，中国国台办嘛宣布认真查核2化人民举报的台湾顽固分子线索了后，决定依法对联电创办人周新成、民进党立委辛碧荣，也个民间组织乌心学院实施制裁电解。Chinese are reckless, and President Biden has said if they mess with Taiwan, they'll mes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o I hope that Xi Jinping hears that message, because both for Taiwan and for our security throughout the region, we will not tolerate Chinese bullying. If you lie, your nose gets long, like Pinocchio. The Chinese lie all the time, and their promises are worth nothing. 基本上做这些事情呢，越来越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啊，这种进行恐吓的行为，实际上。这个是19世纪的霸权行为。美方专家学者拢无乐见中共对台施加压力，认为中国一直恐吓台湾人民、威胁民主的做法只有反效果。不过嘛，提醒台湾要注意中国做出意外行动，并为上歹的情况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咱要赶紧来看中国国台办昨昏甲民进党的立委辛碧荣，甲前联电董事长周兴成，还有乌心学院列做是台独分子的名单。陆委会回应讲，中国一直针对台独的操作，敢若互两化是愈行愈远。也那周兴成昨昏暗时嘛直接讲，中共是非法的政权。中共是枪杆子出政权，没有经过人民投票授权，所以它是非法的政权，它是乱臣贼子啊！所以中共非法政权所定的所有法律是无效的。借着他这个无效法律来对我们台湾的恐吓，更是笑话。周兴成伫昨昏暗时参加印太战略智库成立酒会时阵讲这话，伊讲国台办会甲恐吓，就是惊伊继续讲话，惊伊甲国台办一寡乌鲁无齐，还佫未见证的代志拢压出来。伊目前正在考虑要告国台办的发言人公开甲恐吓，要伫立法院立案，以后因若是来台湾，都爱去立法院报道。昨天暗时7点20分，花莲近海发生规模4.4的地震。到暗时9点17分的时阵，嘛发生瑞士规模5.0的地震。地震中心是伫咧东部的海域，上大的震度是伫咧花莲德鲁古4级。所以咱来关心天气。咱做伙来看云图。今仔日台湾各地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过到南部甲各地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公雨。暗来东北风会增强，水汽小可会变较高。伫咧遮方面的基隆北海岸、宜兰，还有花莲会转做是有短暂雨的天气。台东甲恒春半岛有的所在会落雨。那今仔日的气温普遍是伫咧23度至25度，早暗也是有小较凉冷。那日时的时阵，各地高温有甲30度至33度，是小较烧热。继续来关心，环境部最近完成碳汇汇率审议，1吨8扣300块。外界烦恼讲，这对传统的产业影响是真大，嘛惊厝价甲电价嘛跌咧会起。环境部长裴启明昨昏讲，扣碳汇即嘛若是唔开始做，未来负担会愈大。碳汇汇率决定会如期伫明年1月7日开始上路来扣，不过转型过程会冲击传统产业，造成绿色通膨的可能，甚至团出厝价可能起5%到10%，电费也可能受影响。环境部长裴启明是拢否认，定称是错误消息。按照现在的费率，房价能够上涨的比率不到0.1%，不是说我们的这个收了碳费之后，电力电费就会涨了，没有，我们算过大概是0.00几块，所以台电应该不会因为碳费而提高这个价钱。裴启明向企业拍声，碳费征收就亲像互减拄一个感觉，即马无做，未来负担的成本会更较大。不过，民进党立委林国勤并别表示，这是无人欢喜的碳费标准，尤其亲像对大塑石化、中更加大积电者拜托大户来讲，日头甲油品拢无够。
我觉得排碳到1000万公吨的工厂的话，最低只要缴交1亿。可是他们收的是上兆的一个营收，可是你只要缴到1亿，那这样子到底有效果？潘启明行政部幅度检讨每一个企业，希望未来加到总量管制碳交易会更较符合需求。不过外界声音认为碳费会起是因为无使用核能。潘启明表示，核能对碳费影响无大。务实的配比之下。我们这样子的确也会未来走下去也是会有问题。不见得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目前全球有70个国家地区实施碳定价制度，日韩亲像的碳定价比台湾高出2-3倍。潘启明指出，台湾碳定价在亚洲已经是正价，碳费优惠汇率会每2年检讨一摆。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主计总处昨天发布1月至8月薪水的统计，总薪水平均数是成长4.27%，创下10年新高。排除物价因素了后，实质经常性薪水的平均数连续5个月有成长，增加幅度是这4年来上悬的。咱来看中国时报，八分山庄是北玉山主峰的中继站，在这个山庄有116个床位。那抽口抽到的比例是无啥悬，干那4%至20%。历史去爬玉山主峰，一日来回这种方式，即嘛是真时行。不过今年到今已经发生5件想要一天来回却发生3例的事件，主要是因为体力无够、脚揪筋或者是脚绕着受伤等等。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提醒民众，爬玉山要一天来回，差不多是12点钟的时间，关价差有甲1300多公尺。来回有要28公里，提醒民众若要去，都要考虑体力。过来看自由时报，今年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会伫秘鲁来举行。针对经济领袖会议，总统特赛的人选，据了解，总统赖清德原本是希望要派中研院的院士陈建仁来做，不过伫咧中国的压力之下，秘鲁是并无同意，所以是改派施正英去参加。秘鲁伫这礼拜会送邀请函来咱台湾。继续咱来看，即届中国的军演甲台湾包围，不过咱国内甲国际航线是暂时无受到影响。宜兰外海甲花东的外海有一寡所在是拢伫咧即届演习的范围内底，有渔民烦恼会受到影响，是暂时无出海。也那台东的渔民嘛讲，若是拄着军舰会闪开。天气袂歹，暗过宜兰南方河渔港所未少渔船无出海，因为宜兰外海部分区域伫强军联合试验204B演习范围内，原本伫附近海峡作业渔民烦恼被影响，尽量卖出海。也是会担心啊，也是会有所警备啊。有在那边海域，我们就尽量不要出港。台东富冈渔港渔民在整备船只，花东外海共款部分区域伫强军演习范围内。不过当地渔民强调一切正常，不过大家拢真有经验，拄着困难拢会回避。金门海峡虽然无伫演习范围内，不过金门区渔会共款呼吁渔民出海爱保持警戒。啥物啊？通报就到舞台啊。系啊，爱通报啦。看咱警卫都伫对拄着因啊。出海的时候有碰到类似这一个大陆的军演、前炮艇或者是军舰集结的时候，要及时回报我们的电台。强军演习区域虽然将台湾包围，不过目前国内线、国际线航空暂时无受影响。交通部表示，会继续掌握航机动态，确保飞行安全。面对强军军演，民众正常生活，不过也烦恼经济可能受影响。不会恐慌，因为反正我们就一样生活，所以还好。假如它更加强的话，可能对我们的经济会有不良的影响吧。强军军演冲击市场信心，14台股开盘震动，万六超过100点，不过10点过后陆续有尾盘进场，盘中转做起超过8点，要起到23000点，最后起73点，收伫22975点。开市同款由变达转升，收盘台票换美金是32.168，升达7.4分。行政长杜荣泰指示各部会注意股会市价治安治安。这一个讯息在上个礼拜市场心里已经有所准备啊。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围台军演呢，几次下来之后呢，市场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其实已经逐渐就是有把它淡化掉。如果它军演一直持续，有点类封锁航道的话，我们后面会比较
有一些信心上的危机会跑出来，这个是需要去防护的啦。学者表示，朝鲜半岛情势升温，以色列多边开战致使中东局势紧张，俄乌战争也未停，那台海阁发生冲突，全球经济恐惊受冲击。美方如何协助台海局势稳定是重要观察指标。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昨晖对台湾发动军事演习，有一个中国的偷渡者趁台海情势紧张，驶树林船想要去金门的闽虎寺，不过随去互金门的海巡甲抓落来。怀疑是要配合这届中国的军演要来侵扰的。也那朝野立委是拢咧烦恼讲，中国就是咧测试台湾，敢有法度来应付这种多样态威胁。一个穿蓝色救生衣的中国籍查甫人，双手叫海巡人员白安安，准备押回调查，因为伊互人掠到想要偷渡金门的闽虎寺。中共14对台发动联合利剑美演习，中共军机人为台海相关两岸情势紧张。金门虽然无纳入演习区，按过一个中国偷渡客再去驶救生艇，想要航向大大岛甲历史中央的闽虎寺。金门海巡甲陆军金防部闽虎寺守军，同步掌握海面小型目标开往闽虎寺。海巡采取海上拿查甲环节阻挡，顺利伫闽虎寺掠到人，带回廖罗港调查。围台军演之际不排除为结合对台军演以小艇偷渡的方式进行灰色地带袭扰。那海巡属于全面提高戒备。海巡初步调查，偷渡的查某人为漳州出发偷渡到金门，怀疑是结合对台军演，用救生艇偷渡进行侵扰，而且伫救生艇顶端有找到现金药后衣吊钩也有大洋甲人民票现金，是准备好再来的。这一起偷渡的案件，当然我们也会怀疑，它就是在测试我们海岸防线的状况。这种多样态的威胁非常考验跨部会的及时协调能力。在应对中共海军、海警跟民众偷渡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法源依据。立委认为，偷渡时间点在中共军演期间，恐惊是测试台湾敢有法度同时处理多样态威胁。观察今年偷渡案件，前共军男厅长姓黄的查某人，6月驶快艇直通淡水河，9月佫发生中国籍查某人过救生艇到南口，反映台湾海防老胖的忧虑。它的雷达反射截面是非常低的就不太会反射雷达，所以你用雷达去观测再加上它速度很慢这天生就有一个困难那你可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用望远镜或者是夜视仪这种东西来观测？理论上是 OK 可以。问题是这样的装备它有的时候是故障。专家分析，中共可能利用偷渡案件对台操作心理战，打击国内民心士气。目前紧爱做的是提升海巡人力，增加监侦装备，强化科技监视。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有一个西班牙的查甫人，伊伫咧意大利涉嫌犯租车诈骗案，这金额尚无有甲代票10亿，因为伊逃走出境去互国际刑警组织，当作是红色通道的对象。真正传出这个嫌犯走来台湾，而且时间已经有5年啊。伊伫咧台湾开餐厅甲开公司，目前移民署是已经通知伊爱到案说明，而且照违反出入国甲移民法的规定，要求伊都要限期离境。一个伙仔出去佚佗，无管是小琉球、饶河夜市，四季拢流落欢喜的相片，看起来像一般外籍人士来台旅游。说谎也出身份特殊，这名西班牙籍查甫人奥纳德是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道的对象。移民署13通知伊到案说明，佮要求限期离境。涉犯重大犯罪之事实，恐有危害我国利益、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之余，影响社会安定。以构成入出国及移民法第18条第1项第13款规定，得禁止入国的情形；依同法第36条第2项规定，得予以强制驱逐出国或限令出国。奥纳德涉嫌伫意大利犯下汽车遭受诈骗案，金额达到10亿台票。随后，伊走出境，踮伫台湾已经5年，捌经营餐酒馆、几啊间公司。2019年，西班牙媒体也捌报道，租车诈欺案负责人奥纳德伫台湾开公司，一直到最近才方逼出身份，凸显台湾的外交困境。现在没有西班牙或意大利有司法互助的这样协定。然后第二个是因为我们没有参加国际刑警组织，所以对于这些在国际上流窜的这些罪犯，我们没办法
去掌握它。不过，因为阿纳德伫台湾有望有未成年假期，移民署予伊安排照顾时间。不过，学者认为要求阿纳德出境的理由，也可能因为欠更较确实的司法依据，后像恐惊会造成其他问题。政府伫参与国际组织的把柄，要更较加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看，进前南韩用无人机飞去北韩的领空也宣传单。即马北韩政府是决定要处理这件代志。根据北韩的官方媒体报道，北韩国防部向边境部队下令，若发现南韩无人机飞入来，就甲击落来。而且南韩的军方嘛发现讲，北韩为着要甲南北韩的交通切好断，即马暗算要甲经济线、甲东海线这两条铁路甲绑好断。相片内底当看到一个白色三角形的物体飞伫空中，这是北韩表示翕到南韩无人机飞到北韩首都平壤的天顶散布宣传单的相片。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小妹金宇镇骂南韩的行为是严重的政治挑战，而且对北韩领空主权的侵犯。暂时个传出北韩国防部已经向边境被破冰部队下令，伫暗时8点进前建立高度戒备，加强监视空中。若是发现南韩无人机，日检就会甲无人机拍落来。 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 국방성 대변인이 조선인민군 총참모부가 국경선 부근의 보병연합 부대들과 중요 임무 수행 부대들의 사격 준비 태세를 갖출 데 대한 지시를 하달한 데 대하여 발표했습니다. 北韩勇士表示，金正恩讲到南韩团单认为上严重的问题是无人机进入北韩领空。官方媒体呼吁南韩应该要即时停止这款有可能引发武装冲突、造成双方战争的不负责任又个危险的行为，会对无人机进入领空采取报复行动。另外，对北韩宣布为7月开始要封锁连接两韩的铁基路甲公路，南韩军方则是公布已经观测到北韩准备炸掉连接两韩的经济线，还有东海线铁基路。 일단 도로에 가림막을 설치해 놓고 그 가림막 뒤에서 작업하는 것들이 식별되고 있고요. 그 도로를 폭파하기 위한 준비 작업들을 하고 있습니다. 그래서 빠르면 오늘도 가능한 상태이고 또 북한이 공개한 대로 폭파도 할 수 있을 거라고 생각을 합니다. 另外，在两韩相接的道路面顶，南韩嘛发现北韩正在准备爆炸设备，暂时无清楚有倒一寡道路会互毁掉。南韩军方呼吁北韩保持克制，表示若是南韩民众的安全因此受到威胁，就会向北韩进行报复。公司新闻台是董炳义。以色列甲黎巴嫩的冲突到当时也无停歇，以色列13拄着攻击，出现上界严重的伤亡。 黎巴嫩真主党13暗时出动无人机攻击以色列中部一个军事基地，造成4个以色列的士兵死亡，超过60个人受伤。另外，为着要预防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美国拜登政府宣布会提供以色列杀敌飞弹系统，甚至伫咧以色列部署美军的部队。 救护车载受伤的人13人，根据赶去以色列北部海法的病院进行急救。位于以色列中部边亚米纳的一座军事基地，当地13暗遭到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攻击，至少造成4名基地的士兵死亡，另外超过60人受伤，其中真侪人伤势严重。这也是以色列甲黎巴嫩真主党相信一波冲突以来，以色列遭遇上惨烈的一般伤亡。 נפגעים, נפגעי רסיסים, נפגעי עדף, נפגעי חרדה, שלל הדרגים, ואנחנו נתפלל לשלומם. 真主党表示，13暗7点左右，因派出一批无人机，针对以色列基地发动攻击，保护以色列车集针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空袭。 迄日造成黎巴嫩22人死亡，117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会调查安怎真主党的无人机进入领空的时，躲过雷达系统，无吸到基地警报。以色列另外一个战场加沙地区，以色列13个空袭，各造成至少40人死亡，其中包括13名儿童。过去9日，以色列对加沙难民营的空袭，各夺走至少300条人命。 不过，美国拜登政府13证实，为了防止以色列和伊朗报复，美国会移交一组先进的中端高空防御飞弹系统，个叫做
沙特飞弹防御系统到以色列。美国国防部也表示会派遣100名美军到以色列，不过飞弹系统甲美军什么时阵进驻，也有待确定，分析真伪。沙特飞弹系统一旦进驻以色列，防御范围更较远，压碎意识更较强，中东局势会更升悬。南韩进前部署沙特飞弹，因为设定攻击中路2国，引起双方反弹。中国2017年甲南韩迄当时的文在寅政府达成协议，美国加部署沙特飞弹，才平息纷争。公司新闻竟然强变译。来看今年诺贝尔奖最后一个奖项经济学奖，伫咧展会缅的时阵公布啊。这个是由3个学者共同摕到这个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因3个人的这个研究对社会体制安怎形成、安怎影响国家的发展有真大贡献。第一学部学校受到疫情反复，芝加哥大学教授罗宾森甲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艾塞莫鲁甲强生共同得到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3人研究发现，健全制度是推动经济成长甲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若制度设计不好，可能阻碍国家的发展，致使贫富重蹈起的问题。It's what we've been doing for 30 years. Daron and Simon and I have been working for almost 30 years together. So it's sort of our life's work, you know. So we'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ese ideas, working on them, researching them, writing for a long time. 土耳其的艾塞莫鲁指出，为不是民主政权进行民主化的国家，最后经济成长比不是民主政权近8-9年。也承认民主不是万灵丹，推行民主是真困难。Democracy directly itself contributes to economic growth, not easily, not right away. It takes a couple of years, and it's a difficult business to make democracy work. But generally, countries that democratize grow faster, and they grow the more right way, meaning they grow in a way that's more equal. 英国的强生是表示，家己用真正的时间才加做美国公民，不过美国原来体制咧把受压迫，特别是前总统川普，搁在第1年结束了后，今年美国大选也是美国民主震荡的压迫测试。You know, we've had a bumpy ride on democracy, and what happens next in the November election is extremely consequential for whether we can sustain our better, stronger institutions and have more shared prosperity going forward.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今年最后一个颁发的奖项，年度诺贝尔奖也对咧结束。所有得奖的人会受邀请伫12月70日，也就是奖项创办人诺贝尔1986年过身的纪念日领奖。公司新闻陈伟俊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超过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乌克兰检察总长瓜苏丁今仔日表示，罗西亚总统普丁11月份若是去里约热内卢参加 G20 的峰会，巴西有义务爱甲逮捕。即马中国甲罗西亚加强双方的军事甲经济合作。罗西亚国防部长贝洛索夫去北京甲中国军方会谈。中国国防部长党军今仔日甲贝洛索夫讲，双方应该深化战略的合作。来看，伫个各大企业财报公布进前，因为科技股有起。美国华尔街的股市14是拢收红，道琼甲标普指数是拢创下收盘新高，其中晶片大厂辉达的股价嘛大起2.4%，创下历史新高，市值嘛有甲要3兆4000万的美金。继续来关心，前总统蔡英文访问欧洲捷克，将会以参加公元2000论坛开幕典礼。蔡英文伫论坛嘛用透过民主团结克服威权威胁做主题来发表演说，甲大家分享台湾的经验，嘛呼吁民主国家的阵营爱伫咧军事、甲经济等等各领域团结合作，嘛欢迎各国会当继续来访问台湾，表达对台湾的支持。甲捷克总统帕维尔握手问候，前总统蔡英文出席公元2000论坛开幕典礼，不少参加会议的嘉宾嘛特别向前介致意，因为这是蔡前总统伫2004年了后，搁再亲身到庭参加。今年论坛主题是证明民主的决心甲韧性。捷克总统帕维尔致辞时阵，就特别点名中国，伫台海议题爱小责的。I consistently urge major global powers, and especially China, to use their influence to promote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is means not backing Russia's violent campaign, but also showing restraint in Taiwan Strait
and addressing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t home. Taiwan stands on the front lines of the assault. The most recent action taken is China's announcement earlier today for a military exercise called Joint Sword 2024B.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Taiwan has faced constant intimidation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which has tried every possible way to annex Taiwan. 蔡英文以透过民主团结克服威权威胁的主题发表演讲，分享台湾经验，讲到中共持续威胁，想要用各种的方式并吞台湾，所以台湾一直强化全社会论性，透过选举证明民主对台湾来讲是唯一的选择。Apply pressure on those who engage with Taiwan, while our friends and partners have remained undeterred. Unity and cooperation among democracies became most essential. Democracies need to send the signal that intimidation and use of force against any member would result in serious consequences. 蔡英文指出，台湾甲欧洲民主化道路正共，拢是因为有人站出来对抗独裁政权，所以更加了解民主的定位甲脆弱。伊呼吁民主国家阵营应该爱伫军事、经济各方面团结合作，明确传达，若是任何成员使用武力威胁，拢会有严重后果。最后，蔡英文嘛邀请各国友人来台湾访问。I still want to end by inviting you to visit my lovely country. Don't worry, you'll be safe. 蔡英文卸任后的首次出访就选在捷克，并在此发表演说，可见台捷之间的深厚关系。公司国际记者刘玉婷，捷克布拉格报道。在地上大条，咱要来看新北市沙丁堡的警方，昨天下晡，甲一只若像是挂假车牌的车砸落来，不过因煞是继续检查，向油门催咧就要选，落尾手警方是拢总开9枪，才甲这个驾驶压起来。也那坐伫副驾驶的这个查甫人，伊是着枪送病院急救。半夜下晡4点外，新北市沙丁堡分局巡逻员警伫沙丁堡中正北路甲泸州交界所在，发现一台自小客车，疑似怪车牌甲车身无符合，向前来拿查。警方将警车驶到小客车头前，员警落车要求驾驶落车受检的时阵，小客车驾驶拒检，佮加速驶过警车，赶紧逃走。员警险险被弄掉，就对车顶开2枪，不过小客车依然加速逃走。警方通报回报之下，伫中心路中央路口查到小客车，员警连开7枪，才让小客车停落来。远警在拦停之后，发现他仍然在肆意的冲撞倒车。我们为了避免周遭民众及同仁的安全遭受危害，所以我们就迅速果断的对车轮胎来开枪。警方当场压制10岁姓陈的驾驶，一伫副驾驶座10岁姓朱的查甫人是巴肚互枪击断掉，送去急救，暂时无生命危险。是因为他有倒车的行为，以至于他的角度有失控，是否因为跳弹的状况来造成犯险的腹部中弹？这个我们还可以再厘清。互枪击断着巴肚的20岁姓朱的查甫人是早起甲违反告诉法通缉犯，车顶除了阿鲁米的棍仔，无超出违禁品。详细情形还佫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中华县政府进前要举办控肉饭上高食的比赛，伫8分钟内5碗的控肉饭，看什么人上紧食好了。不过有医师就讲，过去举办这个高食的比赛，捌发生过违破空的这种意外。县府无应该歹带头办这种活动。不过县府是讲，伫活动事先拢有提醒民众都要准则，安全第一，嘛有安排医疗人员伫边仔咧提名。未来若是要办活动，嘛会搁斟酌。大家一喙接一喙认真扒饭，这是中华县这个月12举办的控肉饭高食比赛，看啥人会当上紧伫8分钟内食5碗控肉饭。现场也有分免钱的控肉饭，活动声袂少人参加，但是就医师指出，高食比赛对健康有败坏，县府无应该歹带头。要不健康的吼，要消化的好，应该是要慢慢细嚼，咱的唾液跟食物混合，安尼消化会较好嘛吼，一下子吃5碗量其实是太多了，咱的健康来讲较不好嘛吼。医师指出，一般人
胃的容积是1.2至1.5公升，若是食伤过量，上严重可能会胃破空、胃出血。但是毛民众认为活动真趣味，参加的人家己爱评估身体状况。官府表示，比赛迄一日拢有医疗团队伫现场掌握状况。袂歹啊，免钱的饭好食啊。好玩就好啦，我觉得参加这个活动，我们不要以名次参与我们彰化的活动，然后吸引游客啦来我们彰化市游玩。这次控肉饭大胃王的活动，主要是以活泼的方式来行销彰化的控肉饭，因此定调为趣味竞赛。现场也安排有医护人员待命，并且也投保了保险，以防万一。官府强调，活动事先拢有提醒民众爱准则，安全第一。大家对交这比赛意见，因拢有听到。未来若办活动，会纳入各界意见，详细思考举办的模式。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高雄往回马祖的航线是已经停20年啊，昨天宣布要恢复。11月份会启动高雄小港直接飞马祖南竿机场的包机，一礼拜会有3天，拢总是10个飞轮机抓，希望未来会当争取逐天有固定的航班。因过无直接飞的航班，高雄若是要去到马祖，就拢先爱去台中或者是台北，那塞车就要几啊点钟。去年马祖的民众发起联署，有超过5000人支持。内港县县长王中平表示，除了会当推动观光，互民众回乡往回嘛会较利便。那高雄市长陈其迈嘛呼吁交通部会当协助，希望每礼拜会当有固定的航班。继续来看台铁的观光列车明日号，气象观光表出讲，这个月12为车库出发的时阵，有一台列车是无挂上尾1节的车厢。落尾手发现的时阵呢，发现伫咧七堵的时阵，才甲迄只车厢补起哩。因为交通部伫咧立法院去问到这件代志的时阵，才知影讲，而且希望列车有慢分，而且是慢要甲半点钟的时间，影响有甲100多人。这日主题行程被将近2万台铁明日号观光列车12为七堵站变走环驶出，到树林吊车场的时阵，发现漏挂1只车厢。卫生时间继续西甲南港站准备另外派车将客车车厢为七堵九甲南港包挂，列车到慢分得半点钟。台铁证实这代志是11暗时七堵吊车场负责客车车号变走同事50行车电报所负报单，变走副站长也无落实检核。我今天才知道这个事情。哦。那这个我想我确实是刚听起来感觉是不可思议了哈。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会再请那个台铁哈，针对刚讲它整个的标准作业程序哈，再来检视看到底是哪一个环节错了，或者是要再增加 double check 的一个功能。另外，民众党体委也提出各种记录之期，台铁为改善并购道系统各件功能，用4.8亿买并购道加登记1414套。不过，除了到即马完成报告3成，也阁无法度正常成功，加登记一直出问题，严重影响行车安全。112年到113年，就一直就是连续的。就是发生事情。这个案子我们的合约的规定是在明年的7月，现在正在加紧的建制中。那目前已经有做的，听说可以通过验收的只有30%。目前已经装上去就是在使用的接近400具。台铁回应为今年9月底已经完成396套有意相对要求立即上改善，目前完成进度6成外，小可较慢，会照气候规定监督厂商。另外为预防并购道事故，台铁9月开始新制度上路，若并购道出现科技信息，列车拢会伫并购道头前停车，平均增加2分外钟，停等时间引起旅客怨言。也为10月优化 SOP， 先去通报调度员、甲油司机员现场决定了回报现况中心，减少停等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民众对旅行团出去观光，不过煞是去互领队骚扰，回来台湾阁无地通好申诉。观光署即马定出旅行业性骚扰防治处理参考指引，已经有发公文予相关的工会，要求要有申诉的管道，若有必要嘛要依法协助受害者报案，确保旅游的安全。一个旅游客去年12月参加日本旅行团，所发生了对伫港街旅行的时阵，
甲日本人洗温泉讲甲真色情，有各种不同言论。事后旅行社发声明回释的，表示代志查清楚进程，袂阁互这领队带团。观光署这个月敲定旅行业性骚扰防治处理参考指引，要求业者应该由所属的公共场所加公众会使出入的场所，包括旅程中加旅游目的地，避免性骚扰发生，而且应该采取适当的做法。不管是旅行的工作人员，甚至旅客，甚至业者，都能够站在这个法条上面去伸张自己，去注意自己的权益啦。那依照相关的程序来进行申诉的管道。观光署讲，指引依照性别三法制定，除了保障游客以外，旅游从业人员所属的公司，嘛应该设立申诉管道保护员工。若发生性骚扰事件，除了降低当事人双方互动的机会，还佫避免报复，以防搁再发生。若是旅游行程发生性骚扰事件，应该依照旅行业者家己制定的应变处理作业程序办理，必要的时阵协助通知警察机关。旅游业者认为，旅游从业人员好亲像性骚扰人客案例属有少数个案，因为领队导游伫受训的时阵，除了学习专业知识以外，嘛说明性骚扰是袂使触犯的天条。这个咨询受训的训练课里面都有讲得一清二楚。旅客投诉有这样的情势的时候，基本上在公司的话呢，这一位导游或领队是基本上可以说是永不录用。我们也呼吁业者，根据这个指引呢，来采取了建立申诉的管道啦，或者派专人处理啊，或是甚至呢来这一个制定有关的一个防治上的一个措施啦。消基会肯定指引会当互旅行业者伫面对性骚扰事件，一旦有一个处理的依据。较早其实原来有旅游从业人员去互人客骚扰的案例，才有这个指引，嘛会当保障从业人员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年来，青少年自杀的案件是愈来愈常发生。根据卫福部的统计，2023年15岁至24岁，每10万人就10.9个人想袂开行底路，而且自杀的比率是逐年在增加。针对这个问题，有教育、医疗的民间团体，也有美国的医疗专家共同来讨论，面对青少年情绪障碍问题，要安怎来帮助这个教育现场的老师甲家长来陪伴囡仔成长。网络时代，人人拢有手机啊，甚至即马真侪青少年拢有长期使用手机啊的问题。有美国心理师表示讲，网络手机啊是现代造成情绪障碍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建议家长减少互青少年使用手机啊的时间，一天莫超过2点钟，困进前的30分钟嘛莫使用。上重要的是，家长爱对家己做起。Since spend too much time on the screen, self-esteem and confidence decrease when they compare themselves to the artificial virtual world. 根据卫福部统计，2023年15岁到24岁，每10万人就有10.9人自杀，而且自杀率是逐年增加。台湾人智功能促进协会甲民进党立委开记者会，呼吁政府爱搁较关心国内情绪障碍的特教生，避免情绪问题造成悲剧发生。你发现以后，你就勇敢去找出问题，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减少后来那一端产生比较严重的忧郁、焦虑，然后还有说自残，最后才会自杀。目前我们看健保署的资料，青壮年的精神医疗使用的增加趋势，105年到111年，那15岁到45岁的精神科就医率从74% 增加到95%。协会也表示讲，真侪家长知影家己的囡仔有情绪障碍的问题，亲像自闭症、过动、注意力不足，甚至是更较严重的忧郁症。常在无愿意带囡仔去看医生，因会惊家己的囡仔甲人无共款，互人无好的印象。这个现象将有可能会影响后续照护的问题。立委和美国治疗师也强调，治疗情绪障碍儿童也是青少年，毋是一个人的责任，需要医生、家长、老师、社工做伙合作，建立一个全方面的照护网。记者张家琪、曾俊佑台北报道。继续来看新北市淡水行政国小的老师，带一群囡仔去农场，用台语来认捌口白笋，要互这个囡仔实际体验为种植、收成到安怎料理的过程。
古堡农场用台语来小解咖啡笋，是咧带小朋友落去参与挽咖啡笋。现场的小朋友台语是拢讲甲写叫，哈哈老师讲，逐礼拜母语教下，即个学生囡仔的台语是愈来愈练长。一礼拜的时阵，感觉日头足大，感觉足辛苦。啊，有足侪咖啡笋，但是无伫遮。应该是伫遐。每周1节的本土语课程之外呢，那孩子们在家因为家里的长辈，那一起来学习共学。大开就会让伫到家。咖啡笋挽起来，农场虽穿好咖啡笋的 BBQ， 真侪小朋友是头解知影咖啡笋大大一支剥壳了后，就那甲亲像骹腿同款，白白佮短短。农场希望用趣味的台语导览，互囡仔了解咖啡笋的成长过程。小朋友因学的台语嘛是有学，啊，毋过较少，所以我会为较简单的开始，比如讲咖啡笋为虾米叫做咖啡笋？伊的壳可能是白色的。鲁宝农场特别小解红凯咖啡笋是3支淡水金山的名产。这届3道2风台的灾情，互咖啡笋着损失减4成。新北市农业局希望民众会当趁休困来东北角佚佗，顺续试食一寡在地的咖啡笋，用行动支持受灾的农民。记者调选林玉凯新北报道。今年全国的基本竞赛11月23到24会伫咧花莲举行。今年计共有22个县市，3000多个选手来参加。也那花莲市长嘛欢迎这些选手甲亲戚朋友会当做伙来花莲吃行搭。穿无工作裙的衫，同齐伫台顶唱歌，展现台湾多元的文化甲语言。今年一届的全国语文竞赛，11月23、24特别伫花莲起鼓啊！这届总共吸引22县市3000多个选手来参加。语文其实就是我们了解，这是一种表达跟沟通的一种工具那它本身其实也是我们文化跟文明的一种传承。每一种语文都是我们国家非常珍贵的一个资产。这几档语文竞赛有增加正形式的演说，也伫2022年开始举办特色剧场的竞赛。全国语文竞赛筹备委员也表示，特色剧场比赛口单虽然是试办，不过这2档成果袂歹，后续可能会变做是正式的比赛项目。希望透过竞赛，互愈来愈多人斗阵对生活当中讲家己的母语。咱语言是一个社会的产物啦吼，一定要需要有互动。希望讲咱这个比赛会当有这种，互学生会使规定上台去，互因伫台顶伫互动，就那像讲咱真正伫社会上咧讲话同款。花莲县长也形容全国语文竞赛就那像台湾语文界的奥运同款，这届伫花莲举办。也若因为花莲自4月初3大地震了后，观光经济甲交通拢受到真严重的影响。花莲县政府观光处表示讲，到时阵比赛，伊个逐工会吸引1万外的外地人去到花莲行搭。县府希望透过这届比赛的机会，或者全国的选手甚至是亲戚朋友做伙行入花莲，除了为选手加油，也同齐来感受花莲的文化底蕴甲自然风景的水。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来看嘉义县为着要推广台语，今年第2届的嘉义台语季是以欢迎收听做主题，要用讲故事的方式来推广台语，而且嘛要小解在地文化甲故事。这届主办单位伫咧活动进前，佮专工办台语志讲的训练，要让大家透过课程学用台语讲故事的能力。以这为主的小简语，老师念一句，下骹的校员就接一句。家己台语季的活动，主办单位邀请老师来教活动志工学台语，有人教思维的念法，嘛有教讲话本的美感，拢是希望是大人会当担起传承台语的责任。虽讲是讲，阮是讲互囡仔听，毋过坦白讲，阮讲的是讲互大人听。大人当然要安怎引带囡仔来明白台语这个部分，我感觉大人是较是主角。是当然毋讲，事实当然愈无机会讲。咱用这个时代来看事实来讲，安尼效果应该会较好啦。因为母语就是咱母亲的语言所以我想要把这个母语的感动传承给我的囡仔。上课校员讲，台语的学习有腔口、文字、拼音真侪学问，
透过即个台语柜志工的培训，会当做一届来学，阁会当协助台语的推广，是一件真有意义的合适机会。今日的活动有教台语，啊嘛有教要安怎翻，啊嘛有讲要安怎教，啊要安怎讲，我感觉这拢最有兴趣的，所以今日来听这个活动。虽然你看无台语汉字也是拼音，但是伫口语这部分呢，大家拢会当一寡新的把是加学过，会当讲台语的故事，互大家听。家己台语柜的主办单位表示，今年除了有利用网络的方式讲故事以外，阁有伫图书馆来讲囡仔故，请企业师傅来讲工课的故事，阁请表演团体来演故事，要透过文化的角度，带民众来体会台语的日常生活。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美国太空公司 SpaceX 因的星链太空船第5届试飞，本地上紧都要到后个月，不过因甲时间提早到美东时间10月13，而且对头一载的推进器到太空船分离，一直到上尾推进器落落来地面了后回收，规过程是拢真顺利。不过伫发射的过程嘛有出现碳排放的问题，到时有可能会去互限制发射的数量。T-5, 4, 3, 2, 1. 伫 SpaceX 员工的欢呼声中，强调美国有史以来上大载运飞机的超大型推进器，为德州上南边的波加奇卡基地升空大约2分40多秒了后，试飞上重要的也就是太空船顺利甲推进器分离。Ship engine start up. Both engines cut off. Stage separation. Booster Stage separation. Hot stage separation confirmed. 分离了后，星链继续飞一段路程了后，降落伫印度洋海峡。到伫发射了后，大约6分40秒，自推进器重新登到地面的时线来，高点到部分飞机引擎来降低速度。Booster coming in hot for booster catch. We're gonna ignite 13 of those Raptor engines, and this view is incredible right now. You can see how fast this vehicle is moving on the left-hand screen. Landing burn has been ignited. We're now down to 3 Raptor engines. We can see those chopsticks now in here. 星链第一载自推进器有33库免侵蚀的引擎，升空的时火力全开，推力会当达到7440万吨，是一般中型客机的700倍。每一颗升空会当搭载150吨的金管甲装备。另外，星链太空船最近可能的用途，除了同时将大量的星链系统的卫星送入轨道，也会当作为大型太空吊架升空的载具。也毋过，美国联邦航空署 FAA 发布 SpaceX 的飞行许可书规定，当年发射的碳排放上限是97300多吨，也就是当年大约25摆。离马斯克想要升任一年升空900摆的目标有未细距离。公司新闻期家人编译。今仔日天气啥款？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来看外岛地区，23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
发笑。丢。